好高興出席無煙天精英計劃、無煙精英大本營嘅活動咧，親自嚟到鼓勵一下各位同學嘅。我哋控煙工作咧係維護公共嘅衞生，更加關乎我哋嘅生命同埋未來。煙草咧唔單止危害人類嘅健康，更加對我哋嘅自然生態造成深遠嘅影響。燃燒每一支煙咧有好多有害嘅物質，唔單止傷害自己嘅身體，更加污染空氣同水源，影響咗生物嘅生存環境。我哋今日嘅活動咧唔單止係教育，亦都係啟發。透過唔同嘅任務同挑戰咧，我哋希望咧同學咧能夠喺唔同嘅層面咧了解到煙害，同時咧亦都提升各位同學嘅領導才能、溝通能力同埋團隊合作精神，裝備你哋作為未來嘅領袖，能夠喺控煙路上咧帶領更加多人咧去走向無煙嘅生活，實現無煙香港。咁我最大嘅得着咧，就係學識咗好多去幫助人哋去戒煙嘅輔導技巧，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戒煙輔導服務啦。咁我哋學識咗呢啲輔導技巧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得閒嘅時候就同佢哋講，如果可以重新嚟一次嘅話，你會唔會再選擇再吸第一支煙？咁就可以去宣傳戒煙個信息啦。希望佢哋就可以戒煙，同埋共創一個戒煙嘅社會。現實生活中咧，對於雀鳥嚟講咧，煙頭其實都係一種非常之危險嘅物品啦，因為佢哋有時候可能會用一啲煙頭去做一啲捉鳥巢嘅材料啦，所以為咗去保護佢哋啦，我哋喺現實當中，我哋除咗要去揾翻啲煙頭之外咧，亦都係要盡量去保護翻呢個環境，去保護翻雀仔嘅生活。咁我參加呢一個12月嘅大本營，咁我最大嘅得着就係我學到呢一個煙草唔單止會影響人類同埋吸煙者嘅寵物，仲會影響到大自然嘅生態同埋動物。例如係平時有啲雀仔築巢，佢哋會用到一啲嘅煙草去築巢，咁樣咧會令到一啲幼鳥佢哋都會受害。3個活動任務中啦，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我身後嘅海洋奇觀啦。任務就係要俾咗4張紙我哋嘅，咁咧我哋就要透過圖片去揾出相應嘅動物，咁就影相交俾工作人員就做燈分。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可以明白到唔同垃圾對海洋生物嘅影響，咁可以更加加強我對保護海洋嘅認知。我認為我哋學識最重要嘅嘢就係團隊合作啦，因為我哋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內都要傾出一個我哋大家都同意嘅一個對策嚟起自己嘅鳥巢啦。咁喺現實中，我哋舉辦活動嘅時間，我哋都需要有呢種交流，我哋大家都要有一個共識，先可以順利咁完成到一個活動。我覺得今次嚟海洋公園，可能最特別同其他歷奇營唔同嘅係比較有趣好多咁樣講啦。其實一開始有少少驚話，可能其實大家都唔識嘅，會唔會好尷尬？但發現其實大家其實都好友善，即係會主動同你講下嘢咁樣咯。咁經過參加完呢個嘅海洋公園活動之後啦，我都發覺咗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途徑去學習無煙嘅知識。咁就係例如我哋去玩一啲嘅活動啦，或者係去查詢更多嘅知識，透過網上嘅途徑啦。希望下次都有更多呢啲嘅活動可以俾我哋學生去 join 啦，因為我覺得呢個活動真係好 rewarding 同埋好 meaningful 嘅。